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美股財經大事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5年11月20日嘅美東時間下午5點。尋日美股表現有啲壓力啦，三大指數齊齊收低，科技股領跌。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跌咗386.51點，跌幅0.84%，報46,138點。標準普爾500指數就跌咗103.4點，跌幅1.56%，報6,642點。納斯達克綜合指數最傷，跌咗486.18點，跌幅2.15%，報22,564點。整體市場情緒受企業業績同人工智能利好消息影響，但投資者喺關鍵經濟數據出爐前保持謹慎。點解會跌得咁犀利呢？主要係雖然英偉達嘅業績超晒預期，第三季度營收同第四季度財測都好過市場估計，但股價收市跌咗超過3%，拖累 AI 同芯片板塊整體走弱。另外，美國同沙特阿拉伯簽咗人工智能戰略合作夥伴關係，馬斯克宣布 xAI 會喺沙特建設500兆瓦大型數據中心，採用英偉達芯片，呢啲消息都未能提振科技股信心。仲有，前總統特朗普公開讚賞英偉達 CEO 黃仁勳表現出色，但市場對科技巨頭領導力嘅信心有啲動搖。不過，市場都有啲擔憂啦。聯儲局會議記錄顯示，決策者喺減息議題上分歧幾大，多數官員認為年底前唔需要進一步減息，搞到利率路徑唔明朗。加上美國勞工統計局取消咗發佈10月非農就業報告，會同11月數據合併，令投資者對經濟數據可靠性有疑慮。交易員幾乎放棄咗12月減息預期。部門表現方面，科技股係最差，尤其係半導體同人工智能相關股份。博通跌超過2%，谷歌、同谷歌、士都跌超過1%，英偉達就錄得超過3%跌幅。相比之下，部分科技股好似微軟同 Meta Platforms 就跌超過1%同接近0.2%，顯示市場對啲科技巨頭短期盈利前景有啲分歧。展望今日市場，投資者會重點關注即將發佈嘅美國9月非農就業報告、上周初領失業金人數同10月成屋銷售數據。呢啲指標會提供更多經濟健康線索，影響聯儲局未來政策決策。整體嚟講，市場情緒保持謹慎，科技股繼續係焦點，大家要留意住數據出爐後嘅波動啊！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